纽约校友会的各位校友，大家好，我是开球中学校长黄健。在这里，我代表全体师生，热烈祝贺开球中学纽约校友会成立40周年。40年风雨同行，情深意重。各位校友心系母校，事业有成。你们是母校的骄傲，更是开球的荣光。祝愿纽约校友会薪火相传，蒸蒸日上。祝愿各位校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兴旺。下面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周凯良领事上台。下面有请开球中学纽约校友会会长李婉伦女士上台。下面有请老亚洲钟意宇就为该先生上台。
來吧，請大家就座。大家晚上好，衷心感謝各位嘉賓，特別周領事、高領事同埋各位議員們喺百忙中抽出寶貴的時間，光臨參加我哋紐約校友會40週年嘅大慶典。今日係我哋紐約開僑中學40週年嘅生日，感為感恩之情，感謝開僑校董長生不老嘅關中校友，世界知名嘅攝影大師。係佢40年前建立咗我哋開平紐約校友會，也感謝李婉倫會長帶領下我哋嘅理事會嘅校友們，團結一致，組成一支老中青嘅朝氣蓬勃嘅優秀學友團隊。同學們，我哋開僑中學每個人收到我哋入學嘅通知書，等於我哋開僑人已經領取一個出生證。我哋在座嘅同學有緣分成為開僑人嘅兄弟姊妹。我哋喺開僑中學好靚嘅校園入邊，經典嘅皇族下經歷咗風華正茂嘅年華。我哋乘着祖國改革開放嘅東風，我哋嚟到紐約呢個偉大嘅城市。我哋紐約開僑海外遊子們更加熱愛我哋依家嘅生活，更加積極參與我哋社區嘅活動，抱團取暖。今日我哋嘅同學大家喜相逢一齊，我哋感恩我哋嘅父母，感恩我哋嘅祖國，感恩我哋嘅美國。我哋珍惜今日嘅幸福生活，縱然千言萬語換成一句話：中美江山如此多嬌，中美江山如此多嬌。今天我祝福所有的嘉賓，還有同學們，大家身體永遠健康，家庭幸福，事業成功。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晚上。現在我把舞台交給我們兩個金牌司儀
校友谭朝卫、关卫新同学，请登场。尊敬嘅各位來賓、校友們、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喺呢個春意盎然、充滿陽光嘅春天裏，我哋齊聚 New York， 共同慶祝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成立40週年。我同 Ada 再次合作做主持，同大家一齊嚟分享呢個咁有意義嘅時刻。40年風雨同路，40載薪火相傳。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我哋從開始嘅相聚相識，到而家嘅枝繁葉茂，校友會承載住我哋對母校嘅心情，亦見證咗校友們嘅成長同埋成就。我而家正式宣布，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成立40週年慶典活動，現在正式開始。尊敬嘅周領事，尊敬嘅各位僑領，尊敬嘅校友們，大家好。40年前呢，我呢就同8位開僑校友就創辦呢個會，咁咧眨下眼咧已經40年啦。今日呢40年至到今日咧，已經咧同我創會嗰啲人咧，已經好多咧已經唔喺度噶啦。咁咧就依家咧就咁高興咧，就見到個校友會大有進步，同埋咧就所有個請大家安靜。校友咧前攞中親都參加呢個聚會。請大家安靜。希望咧繼續傳落去，就一定成功。多謝各位。尊敬嘅周領事、高領事，尊敬嘅各位議員，尊敬嘅全體嘉賓們，可愛嘅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嘅全體校友們，大家好！藉此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成立40週年慶典之際，我深懷感恩。一直以來，校友們互相學習，共同進步，喺各個領域都取得咗優異嘅成績。祝願校友們喺奔向羅馬嘅大道上再創輝煌，同舟學海共書聲，歲月爭榮任西東。我哋生日美好，明年再聚，同唱一首歌，祝福我哋偉大嘅祖國繁榮昌盛，祝福我哋全體嘅嘉賓同埋我哋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嘅全體校友們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吉祥如意，家庭幸福美滿。丁。尊敬的李婉伦会长，尊敬的梁仲礼主席，尊敬的各位开桥中学纽约校友会的校友们，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和我的同事高希领事非常高兴受邀参加开桥中学纽约校友会成立40周年庆典晚会。首先，我谨代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祝福开桥中学纽约校友会40岁生日快乐！预祝今天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成立40年来，开桥中学纽约校友会始终秉持联系校友、服务校友的宗旨，会员持续增加，会务蒸蒸日上，校友会不断发展壮大。这离不开历届会长、成员的接续努力和无私奉献。在这里，向你们取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你们扎根华裔社区，积极参与侨社活动，弘扬传承中华文化，利用自身融贯中西的优势，积极推动中美民间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本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这将开启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篇章，也将给各位侨胞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希望你们继续发挥自身作用，为促进中美各领域友好往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最后，再次祝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开桥中学纽约校友会会务兴隆、蓬勃发展，祝福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尊敬嘅領事館周海亮領事，尊敬嘅岑卓懷董事長，胡瑞波先生、梁仲賴主席，各位嘅領導，各位嘅嘉賓，親愛嘅校友們，大家晚上好。還有校董關公總先生，晚上好。40載風雨兼程，40載春華秋實，我們懷着無比激動同埋喜悅嘅心情，歡聚一堂，共同迎來了田日校友會名稱開僑人成立40週年嘅先大慶典。在呢個意義非凡嘅時刻，我謹代表校友會向在座嘅嘉賓表示最熱烈嘅歡迎。向一直以來關心同埋支持校友會發展嘅社會各界人士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向全球各地全體嘅校友致以最誠摯嘅問候。過去嘅榮譽屬於大家嘅，本來嘅輝煌更需要我們共同創造。讓我們以此次40週年慶典嘅契機，最友情、話發展、最合力。我相信，只要我哋同心同德、攜手並進，填上校友會呢個名稱，開僑人，明天一定會更好。最後，預祝成立40週年嘅慶典活動圓滿成功，祝願各位嘅領導、嘉賓同埋校友們響晚年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庭幸福。家庭幸福，謝謝大家，謝謝大家。開橋中學紐約校友會的各位同學們，大家晚上好。今年是我們開橋中學紐約校友會40年大慶的日子，是個好日子。人生短短幾十年，我們40年的同學情極其的珍貴。
极其的真诚，极其的真切。正所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希望大家今天吃得开心，喝得开心，也祝所有的同学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我们有一个奖状给我们开桥中学校友会，谢谢。你在中间，我们在这里。行行。谢谢，不客气，不客气，谢谢。尊敬嘅周海良領事、高士領事，尊敬嘅李溫倫會長及各位開僑校友會嘅領導們、校友們、各位嘉賓，大家晚上好。今晚我非常榮幸受邀參加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40週年嘅慶典活動。喺呢度，請容許我代表台山端分中學、美東校友會同埋紐約廣東籍校友聯誼中會嘅全體紅人，衷心祝願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40週年慶典圓滿成功。同時祝願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勝意。回顧過去，開僑校友會一直以嚟係一個長久嘅校友會，亦係有一個光榮循空嘅校友會。40年前，開僑校友會剛剛成立，係紐約華人開會校友會最早嘅一批校友會。在歷屆會長同埋全體校友嘅共同努力之下，經過長期嘅艱苦努力，同無到有，從小到大，一直以來不忘初心，砥礪前行，長期大力支持母校嘅建設，積極參與社會各項活動，當回紐約各個校友會樹立光輝嘅典範。而今在李溫倫會長嘅各位領導嘅帶領之下，全體校友共同努力，團結奮進，發揚愛國、愛鄉、愛校嘅精神，大力弘揚中華文化，積極聯誼校友，幫助校友為校友排憂解難，為推動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嘅發展作出不可磨滅嘅貢獻。希望大家以熱烈嘅掌聲鼓勵佢哋，好唔好啊？佢哋所取得嘅成績，大家係有目共睹嘅，值得我哋各個校友會學習。我哋端中校友會同開僑中學校友會係有隻嘅緊密嘅聯繫，亦係一個兄弟嘅校友會。我哋兩個會多年嚟一直互相支持，攜手合作，為社會公益事業作出應有嘅貢獻，為推動各校友會聯誼發展作出積極嘅貢獻。展望未來，開僑中學校友會在李溫倫會長及各位領導嘅帶領下，繼續團結一致，同心協力，攜手奮進，再接再厲，再創輝煌。我相信經過開僑校友會全體校友嘅共同努力，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明天一定會更好。最後，祝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會務昌隆，同時祝願此次40週年慶典活動取得圓滿成功，並祝在座各位來賓及朋友身體健康、家庭幸福，馬年大吉，萬事勝意。多謝大家。尊敬嘅周領事，李典倫會長，同埋創會會長關光忠老師，
關光宗老師咧，我幾十年前咧第一次認識佢嘅名咧，就喺嗰個現代博物館，佢個作品咧就喺嗰度咧擺喺度。咁啊嗰時驚奇，我話中國人咧一個攝影大師咁巴閉，能夠將個作品擺喺個Modern Museum， 就係非常難得㗎。咁關光宗會長、創會會長咧，佢實在係一個創舉嚟㗎。40年前咧，我嚟到美國50幾年，都好少有學校友會嘅，所以關光宗會長嘅眼光非常之獨到啊！咁啊，如果有咗個校友會咧，能夠將啲校友嘅感情聯絡在一起，嗰啲係帶領我哋即係一個社區一個非常好嘅組織。關光宗老師咧，佢係一個攝影大家，大家都知道㗎啦，係我哋紐約有名嘅攝影大師啊！還有開頭咧講到喺僑界咧有名嘅咧，喺開平司徒美堂，佢係威震中外嘅，佢能夠同阿羅斯福總統係拜把兄弟，將我哋華僑咧帶向支持阿孫中山革命，咁大家嗰個事蹟大家都知道㗎，所以開平咧係我哋一個五邑之中咧係帶領我哋嗰個僑務紅台山人一樣係咁巴閉嘅。OK， 今次咧開僑中學40年個慶祝盛會，多謝佢哋邀請我來到參加咁大嘅盛會，祝佢哋會務昌隆，祝大家身體健康。尊敬嘅呢位倫會長，尊敬嘅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紐約領事周領事，尊敬嘅前學理議員鄭明佳議員，尊敬嘅各位先生們、女士們，大家好。今日我好高興啦，被呢位將邀請嚟參加開僑中學紐約校友會嘅成立40周年嘅慶祝活動。我係一個開山人，過去我對開僑中學唔係好了解，但係經過呢位將嘅介紹，我聽嚟意對開僑中學校友會係一個熱愛祖國、熱愛家鄉、同埋熱愛母校嘅校友會，同埋呢過去40年來呢，開僑校友會呢一直都探研呢，為探研同埋促進中美友好嘅發展係做好大嘅貢獻。所以呢，今日呢，我係衷心咁希望呢，開僑中學對各位嘅領導嘅帶領下呢，將開僑校友會呢發展成為一個校友之家，啱校友呢都為祖國嘅發展啊，為家鄉嘅建設啊，做出貢獻嘅橋石。好啦，最後呢，祝大家呢身體健康，家庭幸福，更希望開僑校友會呢為務昌隆。謝謝。尊敬嘅周領事，尊敬嘅老師們、同學們，大家好。今日我受到會長嘅邀請，第一次嚟參加呢個同學會，非常感謝會長李本倫、司徒素莫兩位女士咧，把開僑嘅校友會咧辦得生氣勃勃，有聲有色，團結校友發揚我哋開僑中學愛國愛校嘅精神。感謝陳經緯先生推薦我嚟參加咁好嘅活動，令我認識好多朋友同埋老師，多謝大家。今日咧，我還有一個任務咧，就會長要求我咧喺會介紹一下丁龍
就係電龍馬萬昌嘅事蹟。因為我係馬萬昌丁龍嘅外曾孫，從小咧就聽過好多呢啲電龍嘅事蹟。由於歷史嘅原因啊，所以咧就電龍嘅事蹟咧，就曾經埋沒咗上百幾年啊，直到近年咧，哥倫比亞大學咧就發出一個尋找丁龍咁嘅嘢，咁啊令到中國方面咧就好重視呢件嘢。中央電視台咧就嚟美國呢度咧拍攝咗兩集嘅尋找電龍呢個節目，播放咗之後咧就引起廣大嘅觀眾嘅熱烈反響。我哋咧就將電龍嘅唯一親生仔馬維削生前1972年寄咗嚟美國嘅關於佢嘅父親電龍嘅一些資料，再寄翻去台山白沙僑聯會，佢哋發表呢啲資料咧，就包括電龍同美國富商卡板迪亞將軍喺100幾年前寄翻去台山嘅親筆嘅英文信同埋信封啊，同埋電龍嘅親生仔馬維削1972年嘅親筆信。嗰張信嘅內容咧，只要講咧就係佢嘅父親喺美國咧就取名叫馬電龍，曾經捐本俾哥倫大學咧就搞一個好重要嘅學術研究嘅課程。咁啊並叫我哋啲美國家人咧去哥大參觀。睇下係咪有呢啲事咁樣，令到國內咁我哋咧就令到國內尋找電龍嗰個專家咧，叫陳家基教授咧，就知道呢件事咧就如獲珍寶啦，就即刻嚟台山白沙就發掘啲資料，並迅速咁將個事情講翻俾美國哥大嘅積極報導電龍尋找電龍嘅哥倫比亞大學嘅學者黃海龍先生，將個嘢咧就實況咧就講俾佢聽。台山市亦積極配合尋找千秋里馬萬昌嘅家鄉，揾到個古墓並報上中央電視台。咁中央電視台即刻派人落嚟咧，就拍攝喺千秋里訪尋咗好多嘅長輩，揾到馬萬昌嘅家譜。根據我哋又從美國寄翻去嗰啲信件同埋萬昌公100幾年前同埋美國主人奧克蘭第一任市長卡班迪耶將軍嘅親筆信，信封上嘅郵政官印日期同埋翻譯咗卡班迪耶嘅親筆嘅英文信，哥大檔案入邊卡班迪耶100幾年前嘅筆跡對落去咧，就大家係嗰啲信咧，全部都係卡班迪耶嘅親筆信，同埋咧攞翻馬萬昌叫電龍丁龍100幾年前捐款嘅筆跡，全部都卡將軍喺嗰度講嘅內容同埋現實咧，全部都符合，基本上就確認咗丁龍就係馬萬昌，就係電龍啊！電龍咧就係台山白沙話嘅譯音，係因為以前咧冇普通話咧，佢入境嗰時咧就講話叫電龍咁，用台山話電龍咁，咁佢就將嗰個名咧就寫落去英文之後咧，然後咧就有後來啲學者咧將佢譯成丁龍，所以丁龍咧係佢喺美國嗰個譯名譯嘅唔係幾對。
咁另外咧，我哋又係親信咧就中央電視台咧就嚟到白沙拍嘅丁龍嘅事蹟咧，咁即刻聯繫我喺美國呢邊咧，就要現場要越洋訪問，咁嗰柴路記者咧就做訪問嘅，李斌記者咧就主持節目嘅監製咗《尋找進》第3集，播放咗所有嘅實況。嗰時正值係2022年嘅疫情期間，我喺訪問期講我嘅曾祖父嘅房見過哥倫比亞大學電籠嗰張相，咁並親口問過我嘅外祖父馬維削，馬維削講呢個係我老豆，係我爸爸嗰時喺美國影嘅咁。咁呢個單獨嘅一張相片用嘅鐵架裝置。咁咧，後來咧嗰個記者咧，柴龍咧問我，咁你話嗰張相而家仲喺唔喺度啊？咁我話我翻去台山我阿公個房揾下先，如果揾到咧就係對正哥倫比亞大學入邊嗰個大堂掛住嗰張大幅相啦。咁果然到咗23年10月，我翻到台山咧，就同白沙僑聯會陳家基教授一齊就去10幾人去開咗我外祖父間屋，入邊咧10幾人喺度揾到個相片，就對正咗哥倫比亞大學入邊嗰個電籠丁龍嗰個相啦。咁揾到之後咧，就有好多嘅疑問，嗰啲人咧就冇聲出啦，因為以前我未揾到相之前咧，個個仲要話我哋無人證電丁龍，揾到晒呢啲證據之後咧，就確認咗丁龍咧就係台山白沙千秋里入邊嗰個電龍，又係馬萬昌。因為嗰時咧已經係鐵證如山啦，舊相片央視訪問我嗰時已經講過見過，但係我而家真係揾到出嚟啦。第二，我哋提供卡將軍嘅親筆英文信咧，喺哥倫比亞大學入邊又攞到卡將軍嘅筆跡對過，又真真正正係卡將軍嘅筆跡。第三咧，卡將軍翻到喺美國寄翻去開台山白沙電籠收嘅信咧，由台山嘅僑派嗰個專家陳伯達鑑證過冇錯，連埋嗰啲郵路印象全部都符合。咁第四咧，央視咧就翻譯咗卡將軍嘅信嘅內容，完全符合電籠當時嘅情況。更重要咧就係我曾經講100多年前呢個電籠咧係台山話嚟嘅，咁同央視講咗，央視根據咁樣咧就確認咧呢個丁籠咧就係台山白沙呢個電籠啦，馬萬昌啦。咁咧台山白沙鎮咧就將百幾年前曾經做火車路嗰條路咧就鋪咗水泥，改名為電籠路，就紀念下電籠嘅事蹟。美國紐約上州咧百幾年前咧，卡將軍喺自己家鄉門口又收咗一條叫做電籠路，而家喺個地圖上邊咧完全可以查到嘅，係攞電籠嘅名做呢個喺紐約上州有一條路叫做電籠路，佢係攞嚟紀念呢個忠實嘅親如父子咁嘅管家，因為佢嗰時電籠又去過佢上邊住過。咁呢件事咧體現到中美人民嘅友誼咧係
長在永古嘅。我哋而家揾到卡將軍嘅墓，我又上去拜祭下佢，感恩呢個對我曾祖父佃農無微不至嘅關懷，對佃農家族無限恩典嘅異國富豪主人。由於今日嘅時間咧就有限，我就暫時講到呢度咧，就係揾到同埋確定佃農嘅經過。呢件事咧，全部咧係由我哋翻去白沙揾到呢啲嘢，同埋經過台山市嗰方面咧，就確定咗呢個以前呢度譯嘅丁龍咧，就係台山白沙鎮千秋里佃農馬萬昌，就係哥倫比亞捐款嗰個人就係呢個係發現嘅經過我哋而家咧仲有好多嘢將啲佃農嗰啲後來嘅故事各方面咧，就要日後有時間先再講。今日多謝大家喺度聽我講。OK。